一個係一個1/4人口嘅族群穆斯林，點樣你係做到一樣嘢係搣得到一個咁大嘅消費群呢？清真兩字其實就halal係代表緊合法，其實我哋穆斯林咧就基本上大部分嘅食品咧都係合法。咁你靠信唔信心咧？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嚟㗎，因為個問題喺邊個位咧？佢呢度係冇清真 logo 咯，但係呢度就寫咗咯。咁我其實就對唔到嗰批肉係咪嗰批肉嘅。跟住個有趣就係，譬如你會見到豬同埋啲雞擺埋晒一齊咯，唔係人人接受到嘅嚇。咁但係當然喺個包裝度都分開咗，咁個交叉感染就好個人嘅選擇。但係喺個認證嘅過程咧，呢個係唔合規格嘅。穆斯林本身我覺得係一個 good 嘅 ambassador 嚟嘅，因為本身呢個伊斯蘭嘅文化。咁穆斯林當然係最熟悉啦。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好詳盡嘅解釋，點樣將你嘅廠房做一個清真認證。Betsy 話：增加前線員工對清真文化嘅知識，有助佢哋接待穆斯林旅客嘅時候，提供更加貼心服務。我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嘅，我唔係穆斯林嚟嘅。但係我現職咧，其實係擔任做一位清真嘅顧問，同埋一個 trainer。咁我最主要嘅工作咧，其實係去引導一啲企業啦，令到佢哋可以理解啦，同埋落實咗清真嘅標準，而希望可以幫佢哋咧攞到呢個清真嘅認證嘅。除咗旅遊業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，喺梁雪芳眼中，開拓清真貿易市場嘅步伐有需要加快，先能夠追趕得上其他地方。